丙年四旬期第2周星期四，彌撒讀經反省分享。早期教父聖奧斯定以富人和窮人的創造主為主題的講道詞。聖奧斯定說，天主創造了富人和窮人，所以富人和窮人生來都是一樣的。你們在共同行走的路上相遇，不要欺壓，也不可欺騙任何人。一個人可能貧困，而另一個人可能富有，但上主是他們兩人的創造者。天主透過那個擁有多的人，去幫助那些貧乏而有需要的人。天主通過那一無所有的窮人，去考驗那些擁有很多財富的人。